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戴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宣布伫因上远近台湾的牛山岛实弹射击，离台北市干那165公里远。高工科技大学餐饮管理系主任传讲，干那各种的学历，伊含牵手拢是靠关系才会当做教授。风台探米伫菲律宾东边海面未来台湾，不过外围环流加东北季风，这北部加东半部会上大雨。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台中的高工科技大学，传讲餐饮管理系主任，干那各种的学历，伊含牵手拢是靠关系升做副教授甲助理教授。不过高工科技大学是强调，这两个老师担任职务拢符合资格。学生去学校上课，即间伫咧台中西屯的私立高工科技大学的餐饮管理系，拄摕到卫福部竞赛的铜牌。不过，即马煞壁讲，姓王的系主任敢若读到高中，勉强因为专业的资格摕到教职，校方选用改评升等为归互伊做副教授系主任。消息一日出来，学生的反应真无共款。可能会有这样，就是对，会有这种感觉。你有什么感觉？你会觉得？就是会有点惊讶吧。我就觉得还好，对。你觉得还好的部分是你觉得，实作经验比较重要吗？还是你觉得什么？可能就是学到的东西吧，比较重要而已。另外，姓王的主任因牵手无证照嘛，通做助理教授，洪正义嘛是靠关系。有理解的老师表示讲，校方聘用家己信任的人，伫咧私校是真接看，影响到一寡教师升迁的机会。内部的消息才会红夜夜出来。不过校方出面反驳，强调讲，姓王的系主任是科技大学专技教师的资格，担任教学职务，一切合法。聘谁当这个主管，多少当然会影响到个别的老师嘛。这个有没有狭怨抱负，这就很容易去想。他的风格让一些老师不太满意的话，那当然会有就会有一些怨言嘛。其实他的那个厨师经验已经20-30年了嘛，所以他在业界的知名度是够的，而且担任过相关行政主持那个什么实际执行主持技术性的科系，所以他是专技教师来担任教学，这个在适法性一定没有问题。也姓王的主任因牵手成为伫咧餐饮业有管理的经验，以助理教授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加聘用。校方强调，这个风险毋是第一摆发生，嘛拢有报请教育部。科技大学重视技术性的专业，相关教职人员的资历拢有公开，希望排解外界质疑。记者台中报道。台北市一间私立幼稚园园长的后生姓毛的教保员，伊性侵6个查某囡仔，引起社会愤慨，一审判28年。目前当咧2审，阁查到39个囡仔受害。检方依照加重强制性交、加重强制猥亵等等的罪嫌，甲这个姓毛的教保员起诉。检方调查，这个姓毛的被告甲囡仔性侵，骹内手内头翕影像，佮专工调幼稚园监视器，要看囡仔换衫的画面。若是伫咧幼稚园内底，这被告伫咧路里甲公园，嘛会黑白找人偷翕。检方批评被告光头白日就做这款不属鬼的代志，受害者有几若百个人，建议法院判刑甲判甲上重。高雄林园的沿海路最近常常有人黑白夜灯害人去搞着。顶礼拜，警察当场抓到嫌犯，检方复审了后申请羁押。不过法官表示，这夜灯妨害公众安全，毋是羁押的范围。对为证据来讲，嘛无法度讲伊的罪嫌重大，所以无报请回。若检方无排除提出控告。骑车经过沿海路，姓陈的嫌犯被警方照现行犯逮捕，也查到伊藏伫腰的大量铁灯伊涉嫌伫林园区沿海路4架夜灯检察官复审了后，照妨害公众往来安全和强制罪向法院申请羁押。不过法官认为无羁押原因，让这查甫人无报请回，引发反弹。我觉得这样子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这边的就是来补胎的人也是真的都有增加，连我自己的机车都有中钉过。汽车很多人，比例上因为阮大部分都是熟客嘛。因为比例上，做这些外客拢来遮咧报认，我就奇怪，这站哪拢经常有人咧报认。
提进前共补车链所挽落来铁钉仔，沿海四路这2间汽机车维修业者拢发现，这半年来补链的人比平常时搁较侪，连业者家己乌多摆也捌插到钉仔。即摆这个查甫人煞跋都羁押，地方认为无合理，民代也接到袂少定情。居然让他无保请回，所以造成林园民众的民怨四起因为他们很担心自己的车子再次的受害。而被告虽承认有撒铁钉之行为，但刑法第185条之罪，并非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所列罪名，且依卷内事证，亦难认被告涉犯强制罪，罪嫌重大。高雄地院回应，检方声押的罪名是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强制罪，因为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无亲像放火罪、劫持交通工具罪等罪名，方列作会当羁押。证据也无都确认迄个查甫人涉犯的强制罪罪嫌重大，才会予伊无保请回。不过检方会等收到卷宗了后，搁研议无排除会提控告。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还未过关，行政院长杜英泰用餐厅点菜做比喻，讲总预算案卡关，在野党要求补预算，都亲像头家唔出菜，搁叫人客爱加点。杜英泰甚至搁讲，餐厅若卖，嘛会当甲人挂出去。这款讲法是引起外界质疑。依照预算法第93条里面的规定，立法院来征询行政院的意见，共同来指出弥补资金的来源，来同时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了。不要再画错重点，这也是各退一步。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是来解决问题，不是来造成误解的。这再向大家报告。杜英泰表示，面册刊文是建议立法院、行政院爱互相尊重，个人退一步，在宪法、预算法、财政纪律法的规定之下，找出共识。针对在野坚持的原住民禁错树的补偿金，调也会当做伙找出预算的来源。中国为大军演过无偌久，今仔日阁宣布，伫咧平潭的牛山岛实弹射击。这牛山岛呢是中国上远近咱台湾岛的所在，离台北市干那165公里。国防部强调讲，这是中国年度演练。那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中国这款行为会害台海更较紧张。中国14才伫台湾4边进行联合来检及控制数 B 的演习，让一礼拜又搁宣布22伫平潭牛山岛沿海实弹射击。因为牛山岛是中国甲台湾本岛上接近的所在，离新竹市南寮渔港干那119公里，而且甲台北市干那距离165公里。中国的军事行动一届比一届接近台湾，引发关注。无论它的演习规模有多大，都不应该频繁的，而且靠近台湾来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宣示，这个只会突然引起不必要的紧张。这项活动是国军的年度例行性的演训的一部分。那么国防部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密切掌握，并且分析它的军事活动以及意图，也不排除是结合台海动态扩大威慑效应的做法之一。因为二早美国甲加拿大的军舰才做回经过台湾海峡，外界推测中国的军演唔但剑指台湾，也要回应美加军舰航行台海的行动。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立委认为讲，中国大概军演拢会对台湾禁锁，无排除是想要透过军事压力达到心理作战的效果。在这边进行实弹操演呢，影响台湾的范围也不大哈，所以我们密切注意，也不要让中共操弄心理战成功。每次禁演就紧缩一次，我们就好像被勒住脖子一样啊！但是我们希望赖政府拿出一些对策，不要面对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的时候，只有打嘴炮。因为牛山岛的灯塔是出入台湾海峡的船重要的导航标志之一，中国选伫遮实弹射击，恐惊互台海局势继续升温。立委提醒讲，面对中国的心理战策略，政府甲民众都要适宜应对，莫互士气受到打击，甚至互分化。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不时就派军机来乱，咱台东的志航基地战机嘛咧密集训练，不过附近的居民感觉噪耳，惊听力受损。这噪音的补助10年才一改。立委建议今年开始要比照民用机场，把噪音补助改做2年一改。
空军永远训练战机接伫空中台东志航基地起降训练，发出真大声音。住伫附近的社区居民讲，会当讲逐工拢听会到。加上最近中共战机接招台，也有其他的战机起降。不过4个月住户的航空噪音补助，爱10年才会分配一摆。立法委员黄仁今年就要求空军会当修改，比较民用航空站的噪音补助每2年分配一摆。有听说就是那个中共的飞机又在那个外海那边捣乱这样子，所以起降比较频繁。对对，会不会对你们生活造成影响？当然会有啊，多多少少还是有。比如说冷气啦、气床之类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提议，是不是以按照民航的条款来做一个修正？也无最近台东县环保局也咧执行，去机车噪音监测机动翕相处理，拄好设伫志航基地外口的公路上。也毋过民众讲，地中可能无适当会测到战机的噪音，也毋过环保局讲，会过滤战机的声音，也是以处理汽机车噪音为主。那个汽机车要礼拜5、礼拜6，重型机车在开的时候比较多啊，晚上。战机的噪音的话，我们这个声音就会把它排除掉。环保局表示，设定的地点拢是民众提供较会发生噪音的地点，志航基地外口都是民众甲民意代表要求的处理地点，甲战机噪音无关系。另外，空军战机噪音的补助，军方讲若修法就会配合。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开记者会指控中油当日起的第3天然气接收站，这供线保冷的指数无合格，若这厂商的报告嘛造假。民众党的立委呼吁中油的包商宣布换做合格材料，才会当验收，若无会造成公安的风险。在桃园观音的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对咱国未来电力能源的分配，要达到兄天然气减兄拖拖是重要的工程。按算明年3月底测试运转了后，会初步供应天然气。不过，却有民众党团开记者会表讲，承包商使用的保冷材料不合格。它没有达到这个保冷这个系数，它会产生什么？增加这个管线的裂缝跟管线的这个爆炸的风险。该保冷的器材不够保冷，还假造了检验报告，它用了国际上禁止的 CFC。立委张启凯指出，中油在今年2月头一届抽检，发现材料无符合合约的要求。8月份承包商搁一届送6批 PIR 保冷的材料去检验，也是有3件无合格。9月份中油拒绝承包商搁一届申请延长改善的时间，要求承包商都要伫咧11月30进前，无合格项目都要改善完成。有立委烦恼讲，第3天然气接收站为着要赶伫明年3月底达到标准完工，甲无合格包工线的材料，采取哪用哪换时间的方式，烦恼会有公安的风险。成立专案小组去把它调查清楚，不能只有赶工，没有公安。一直到截稿进前，中油还搁咧写新闻稿，也未对外做出回应。立委呼吁中油爱伫承包商管线全部拢有合格了后，才会当照合约来验收，确保公安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北寮有一间卖五金百货超市，后壁仓库向庆烟得火，火是烧甲真猛，400平方公尺一时都拢烧起来，库存嘛烧了了，加在是无人受伤。若详细原因要搁爱调查。超市仓库的火烧甲真猛，消防人员出动怪手破坏铁厝，赶紧转水拍火。2早起7点左右，云林北寮的桥头村这间五金百货超市传出火灾，附近的住户赶紧甲处理行动无方便的时段带出来，就惊火势会继续炭烧。快要7点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它有开始有那个小串烟，叫我赶快来店里看。我一来的时候就开始烟越来越大。店主没有住在这边啦，他就请消防队就破门进去里面，先开始灌救，然后现在到楼上洒水，是因为它屋顶已经塌陷了，所以从楼上来把2旁的那个住户先保护嘛。消防队表示，因接到通报了后，出动11台消防车、2台救护车，甲25人去抢救。不过因为火势已经炭烧规个仓库，大约400平方公尺，所以敢若会当成为2边转水。内部已经已经大量的闷烧，而且里面有很多瓦斯器皿的一个爆炸的一个状况。我们已经有请重机械从第3面这边来做一个破坏，然后我们陆陆续续的话，我们第1面这间人员也慢慢进入做一个抢救。经过长期的破坏甲拍火，
3-4点钟了后，火势总算是控制掉啊。不过库存嘛差不多拢烧了，加在无造成伤亡，隔壁的住户嘛无受到风台买。若导火的原因甲财物损失，佫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王维雄云林报道。今个月底，新北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钦去互毒品犯塞车拖行去弄护栏，当伤死亡。今仔早起办告别式，内政部长刘世芳、新北市长侯友宜，佮有警政署长张英兴拢去现场念香。家属现在有安排在公家单位在服务，做后续的一个协助帮忙，符合因公殉职的这个规定，那我们会依照这个规定来做办理。为外面会当看到出山进前，特别甲所长的大厝送去清水派出所的门口，派出所所有的同事列队敬礼。若刘宗钦对办开幕奖章甲保养令，对今做二线3星组长。警政署长张英兴表示，有安排家属伫公家单位服务，这抚恤金的部分嘛照规定来办理。台北东澳一个15岁少年囡仔赛车弄死3个人，引起社会关注。桃园的中立昨嘛有一个少年囡仔偷赛车，伫地下停车场乌白软、乌白冲，落尾家己去弄着，去互警察逮捕。看到人翕着白色 BMW 402条啊，车前冒一个大坑。代志就发生伫2月尾5点，中立区中央东路的公有地下停车场，少年赛车走互警察了。最后家己弄着条啊，警员随就人将人压制伫涂骹。绕10几分钟，10几分钟，就是跑给警察追就对了。对，受伤，我只看到他被抬走。我觉得很可怕，他们可能觉得自己还没成年，然后想干嘛就干嘛，然后可能受到的处罚不会很多，但是他们想到的不会是后续会造成什么样子的伤害，可能撞到人，然后又是一个家庭的破碎。这名少年嫌犯无照，一个偷驶家人的车，伫空间较下面的地下停车场流窜，后面仲感觉真危险，也引起安全的顾虑。中立分局表示，这是一件少年公共危险案件，无方便透露细节。幸好依少年事件处理法，以且桃园地方法院审理。戴少平指出，未成年无照赛车，平均逐年死亡83人，受伤约13000人，一年付出社会成本163亿。不管是他造成自己死亡或造成他人死亡，会产出163亿的社会成本。针对未成年无照驾驶，第一个是不是可以比照那个酒驾当场扣车？针对未成年无照驾驶，戴少平呼吁政府提出作为，除了抓到当场扣车，也建议监视应该针对监护人进行连续处罚。另外，18至20岁摕到驾照上路，车祸肇事比率也偏悬，建议会当像国外推动合适驾照，也减缓未成年无照驾驶问题发生，造成高社会成本支出甲一定程度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年有真侪电子烟会偷滥毒品，害少年囡仔掉泪。其实去年3月施行《烟害防治法》，就全面禁止电子烟啊。到达稽查50万件违规，煞干那罚1200多件。教育团体就批评卫福部无认真在办，伤害青少年的健康。今年7月，新北市一个查甫人因为食含有3级毒品依托米兹的电子烟弹了后，反用赛车弄死警员，引起社会关注。不少民众认为，违法使用新型烟品愈来愈多，尤其全国有约8万名的青少年食电子烟，若是会食调着，也可能加做食毒品的主要管道。其实跟抽香烟比较，你香烟禁止，那电子烟更加应该禁止。就是校园的角落啊，一些边边角角巷子这样，对。都会看到人家抽电子烟。对。电子烟最近已经加做毒品使用载区，警方也查获几件毒驾甲电子烟有关系。国家行动联盟批评，去年3月上路的烟害防治法都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烟瘾加热烟。也毋过，新法上路到今，各县市稽查违规案件累计大约有50万件，只开发1200多件，查缉不离，成案率真低。其中违法的电子烟有251件，加热烟619件，违规食的404件。
查气率这么低，那很明显烟商、毒商都看到这一点，说你不会抓我，你也不会去拿我怎么样。查气到的这个电子烟，我们也跟警政单位在合作，溯源追查它那个来源跟相关的烟弹跟载具的这个问题。国警司强调，已经甲法务部合作，包括流通欺诈、盖地辅导等。避免电子混团加做毒品载区，另外也甲教育部合作，加强校园新兴粉品防治甲宣导。那违法卖广告也是电视电子烟，相当会当罚100万；违法食电子烟的人，相当会当罚1万。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第20号风台潭美，目前伫咧菲律宾东平海面，会继续行向西边。拜四扫去吕宋岛了后，会往南海去北来台湾。不过台湾的这风台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这方面北部甲东半部要注意上大雨，若西半部风嘛会正透。伫菲律宾东平海面的潭美风台，当以每点钟1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咧行。气象署暗算风台会伫拜四登陆菲律宾的吕宋岛，时间嘛是离台湾相对较近的时间点。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的地区，佮恒春半岛，拢要注意有局部大雨甚至大水雨。东北季风南下的时候，如果在吕宋岛或者是巴士海峡这一带有台风通过的时候，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环流的东南风会产生符合的作用，再加上地形的影响，容易在我们的北台湾跟东台湾的部分有显著的降雨。风台渐渐接近进前，拜二下半部开始到拜三，东北季风搁再增强，就会为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甲大台北山区带来局部大雨，宜兰的山区爱细致大水雨。拜四开始，东北季风甲风台的外围环流交互影响之下，这方面雨势是较剧烈。北部宜兰花莲的山区继续落雨，并且有大水雨以上等级发生。拜四到拜五也是落雨上严重的时阵。降雨在迎风面会累积，那礼拜四就会是影响最大的一天。西半部的话，可能就会是风部分，台湾海峡这一侧的话，风力会明显的加强。专家分析过，因为太平洋和亚美势力比预报较强，所以甲风台杀向菲律宾的方向，继续向西行。了后进入南海，按算拜六礼拜开始，台湾就恢复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天气形态。这方面的地区有关有局部低渐阵雨，其他的地区是侪云到好天。记者综合报道。白白拢是风请的，劳工伫咧5.1劳动节有休假，公务人员煞是无。明仔载立法院会要举办公听会，讨论劳动节甲教师节是毋是应该变做固定假日，互全台湾做伙休假。全高总是呼吁政府爱赶紧实施，上好是每年的劳动节，互所有的劳动者拢会当放假。劳动节是全体劳工的放假日，不过公务员、老师、警察、消防人员这职业算是公务员，却无放假，白白拢是人请的，食头路人。为着要争取权益，全高总拜二开记者会，诉求劳动节、教师节拢应该变做固定假日，嘛向行政院化为赶紧实施，幸好劳动者一个休假日。陈建仁院长他已经之前做过承诺，那今年。我想也有立委这边在总质询的时候，也有质询我们卓院长，卓院长也没有说完全不行。针对这个议题，立法院拜三嘛召开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草案的公听会，各党立委嘛伫咧公听会前一天先表达党团甲家己的意见。我们主张让所有劳动者都能享受有一天的休假权利。那聆听完之后，我们可能才会。内部会来进行开会讨论，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出一致的决议。民进党确实在这个部分没有讨论过，然后如果就现在的那个行政院的态度，应该也还没有明确的态度。5月7日这天，有人爱上班，有人休假，全高总呼吁政府明年伫劳动节进前爱赶紧统一列做固定假日，互全国劳工拢会当休假。若教师节目前敢若是纪念日，无放假，是毋是爱变做固定假日？全高总认为会当放伫咧后一步，慢慢讨论。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接受外国媒体访问，讲台湾政府对新的核能技术态度真开放。外界都批评这代表非核家园的政策要改变。有学者认为小型模组化反应炉 SMR 会当符合安全需求。
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若要用核能，就要和人民讨论。人工智慧 AI 风潮，也关国内半导体产业电力的需求。行政院长杜荣泰接受澎湃新闻的专访，表示政府对新的核能技术的态度是真开放。去互外界认为是对核能政策的看法有改变。如果有这个新的技术，难道台湾要置外于新的技术之外吗？这都不是在这里空口说白话的。我也希望朝野各党团跟我一样，用彼此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个未来世界我们必须面临的问题。杜荣泰强调讲，只要符合前提，无核安的疑虑，无核废料处理的问题，台湾社会嘛有共识，政府采取开放的态度。学者指出，小型模组化的反应炉 SMR 功率小、体积嘛小、起造真紧，而且本质安全，真符合杜荣泰讲的高安全性新核能技术的要求。即使发生丧失冷却水的事故的时候，它不需要水。它只要空气就可以来进行冷却了，所以它完全不会发生像类似福岛一样的这种事故，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了供电稳定的需求，叶庄讲真欢喜看到政府甲核能列入去选项。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这需要全面有共识。台湾民众对一般的能源的知识甲资讯都无啥充分，即马讲爱开这个核能技术入来台湾。我是感觉讲，这是无啥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啦。核三抢治号机为日一开始停机修理，按算伫明年5月17停机。有关核电厂除役了后，相关人员的安排。杜荣泰回应讲，后续还佫有除役了后，核后端爱处理的工课。未来若有新的技术，台电的人员要是头一批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印度宣布针对喜马拉雅山边境顺路的问题，已经和中国达成协议，化解4年来的军事对立，边境会当恢复和平稳定。而且印度总理莫迪今仔日拄好要参加金砖国家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会去，双方有机会加强经济合作。印度外交部召开记者会，对外宣布已经同意甲中国签署一项协议，以解决有争议的喜马拉雅山边境地区顺路问题，化解4年来的军事对立。As a result of these discussions, agreement has been arrived at on patrolling arrangements along the line of actual control in the India-China border areas, leading to disengagement and a resolution of the issues that had arisen in these areas in 2020. 中国甲印度是全球人口上侪两个国家，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真复杂，有地缘政治的波搅，也有经济上的互相挖苦。双方定指控对方想要夺取互相无定的边界，也就是实际控制线沿线的领土。中印两国伫2020年捌伫边界爆发冲突，至少造成20名印度士兵甲4名中国士兵死亡。然后，两国经过几啊摆的谈判，才退回数万部队，佮同意无派巡逻队到实际控制线。लद्दाख में हमारे 20 जाबाज शहीद हुए, लेकिन जिन्होंने भारत माता की तरफ आंख उठाकर देखा था, उन्हें वो सबक सिखा कर गए। 对争议地区的顺路安排达成协议，这个消息宣布的时间点，拄好是印度总理莫迪当要出席金砖国家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预定出席。虽然还未确定两个人是会伫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面，也不过已经进一步为外交接触铺平道路。公司新闻地位编译。来看俄乌战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乌克兰。宣布美国要阁提供美金4亿的军事援助、弹药、装甲车等等，继续帮助乌克兰对抗罗西亚。不过，美国大选剩2礼拜啊，若准是川普当选，美国恐惊就袂阁支持乌克兰，而且北韩即阵阁派兵加入战争，会害情势变阁较危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1伫基辅外交学院发表演说，表示罗西亚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一场噩梦。这段是奥斯汀伫总统拜登任期第4届访问乌克兰，也可能是最后一届。重点伫最近罗西亚当慢慢煞稳定伫乌东占领土，又拿美国拍拼帮助基辅加强防御。If Ukraine falls under Putin's boot,
all of Europe will fall under Putin's shadow. 伫演讲前几点钟，伊宣布提供乌克兰4亿美金的军事援助，搁较济弹药、装甲车甲反战车武器。 Thanks for the last package. 美国的总统大选要到啊，候选人川普表示，伊比拜登更较无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这也互基辅可能会失去上大的军事甲财政的后援。另外，美国针对北韩派军帮洛西亚拍乌克兰的情形，驻联合国的大使伍德日益甲联合国安理会讲，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 This marks a dangerous and highly concerning development, and an obvious deepening of the DPRK-Russia military relationship. We are consult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on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a dramatic move.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指控平壤派1万人的兵力到罗西亚。乌克兰驻联合国的大使基斯利茨亚日益甲联合国安理会讲，这个部队按算伫11月7日对乌克兰发动战争。根据首尔的情报，北韩决定派出12000名的士兵协助罗西亚拍乌克兰，想派约1500名的特战部队已经出发。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过头倒来，国内来看花莲两潭自行车道，伫北滨公园12公里这个所在路牌指标，去互人背走，插伫咧海沙坡顶悬。不少游客都抓准这自行车道改道啊，怎找无路？花莲县府表示会追究责任，甲作业的人找出来。这是花莲北滨公园的海沙坡啊，原地两潭自行车道的指标，毋知去互谁背起来插伫咧遮，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啊，嘛拢无人通报相关的单位。 在讲录音上都有设计哦，所以差很久了，对不对？有一段时间了，大概有3个礼拜了。在地民众讲，因为对遮的路草较小，所以无啥要义。毋过，若有外地游客骑车过，真有可能就会误会，就是自行车道已经改所在，或者是抓准终点，就伫咧12公里远的海沙坡啊。毋知影其实两潭自由车道上远会当骑到鯉鱼潭。我可以骑到鲤鱼潭哦。对啊。怎么骑？从这条路一直过去。 哪一条？这一条。官府表示，这款超工破坏行为已经犯非算罪，会追究法律的责任，会要求管家赔偿，而且恢复原状。所有的公物都是属于县府的，那如果有人恶意破坏，基本上就是依照破坏公物这样的一个法则去做处理。好，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包含游客尽到爱惜。两潭自由车道为新社乡的七星潭开始。 向南边行，通过花莲市吉安乡的海基仔，上尾到寿丰乡的鲤鱼潭，拢总有35.5公里长。沿路大自然的景色是真丰富，毋过到暗时啊，迄条路较暗，官府按算要加安监视器，以防阁有人破坏遮的物件。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有一个国校6年的囡仔骑脚踏车，骑到一半，链仔线熊熊落去，害伊累残，头前一起摔断，规支喙舌流血流滴。 家长讲，这台脚踏车才买3个月尔，也无人甲车踢过，链仔线家己落去，要甲业者拍官司。查某囡仔骑脚踏车，路边看起来真好势，嘛无涂空，也毋过头前链线熊熊落去，人全摔倒。查甫囡仔的面流血流滴，也搁落一支门起。家长这支敢若是这台脚踏车安全性有问题。 你连走平路车轮都可以飞出来，何况是在爬山的过程中？那再来这个状况的话，其实这产品这样子，基本上现在都没有人敢骑。代志发生伫10月17暗时8点左右，住伫南投埔里姓陈的查甫囡仔，迄当阵甲伊弟弟拍球拍煞，当要转去厝。毋过脚踏车头前链煞熊熊落去，互伊摔倒。家长表示，这台脚踏车虽然有快速贴图的装置，也毋过买来3个月，从来毋捌贴过，嘛无人为的破坏，已经透过法律对业者提告。业者是表示，快速贴图的装置落去的原因，还阁需要厘清。小朋友骑出去，譬如说像同学有的去乱用。 这个状况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拿捏，对啊，所以基本上还是要说去了解说小朋友他是怎么样使用的。国内脚踏车运动车生行，真侪车型为着要方便人载，所以拢有设计快速贴图的装置。也毋过学者表示，快速贴图虽然利便，使用的方式甲零件的保养嘛真重要。不能锁太紧，也不能锁太松，所以有一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锁紧一点就比较安全，可是快拆锁紧的时候会导致之间机件的那个卡死。
学者表示，若准车主无要换链仔，也是载车的需求，建议也是选择固定性的装置较安全。有快速拆除装置的脚踏车，咧骑进前应该要检查零甲按的程度，零件的完整也有保养，嘛需要确认才通好骑出去。记者综合报道。现代人是一人一支手机啊，行到倒就飞到倒。来看台南，就试办伫过路人的车红顶增加倒影伫涂骹，就是要提醒即寡买手机的过路人注意车红顶。毋过实际效果要搁爱观察。台南市的中华西路甲南岛路路口，顶日互民众发现，我行人穿越道的号志下骹出现特殊的光条，毋过日时光条看无啥清楚，日头落西了后，红色甲青色的光条配合行人穿越道号志的变化，就加较显目。主要希望对行路也伫咧买手机的按操作更加有警示效果。骑过去我就觉得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也是搞不太清楚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样子啊。我觉得它是治标不治本，它只有警示的效果。对，然后你在玩手机，有的人可能看到它也是一样玩着手机过着马路。但民众对号志边加装的照射器感受无深，其实交通局伫2021年也捌伫中西区的中山路甲西华南街口，伫行人穿越线的两边涂骹试办台式发光嵌灯，不过地面式的嵌灯熬予车辆动压，去年改良用倒影灯的方式。应该会看到，然后就先放下来，然后再往前走这样。我觉得应该有效。我觉得是好的啦，但是可能还是要多宣导这样。其实这个我们当初在设置的时候，我们主要是在黄昏之后，我们有来测试过，其实现在效果跟民众的那个判别度其实还蛮高的。我们的用意主要是再来多加装一个提醒用路人提示的作用。民众看法真无同，市府强调，行人辅助系统是要加强号志的辅助，目的是要提醒过路人注意停号，当然不是鼓励方便按操作。尾后嘛会继续观察成效，也有民众的反应。记者温正兴综合报道。宜兰的蓬蓬温泉真出名，不过游客伤济，破坏生态。即阵县府就决定要把温泉水牵入去部落内底，未来要开发地质，嘛要禁止民众伫野溪洗温泉。铁轨线伫宜兰某某野溪温泉浸热，未来这款景象恐惊看无啊！因为县府甲部落得到共识，要甲温泉水引到部落，甲某某温泉朝向清水地下小溪方向开发，禁止民众野溪洗温泉。当然，中长期的最终，我们是希望仿清水地热的发展的过程。我们希望未来，野溪温泉的部分，除了在地民众之外，游客的部分就不要再进到野溪温泉里面。某某野溪温泉最近变做出名景点，游客这也带来污染的问题。游客伫溪床顶洗温泉，若准山顶的大水爆发，有安全的记录，安全管理一直是问题。当地部落甚至搁捌封路阻挡游客，不过游客实在伤歹防啊。还不错，心旷神怡。都市人喜欢这种自然 nature 的环境。我要的就是自然环境，不是自然环境，我为什么从我住的地方跑来这边？一寡民众对某某温泉要人工化无啥认同，认为若准自然景观消失，某某温泉就无吸引力。环保团体也认为讲，公部门引水开发一定会影响到溪水的水量，应该做好生态调查，无应该因为做无好管理，就全面禁止野溪浸温泉。野溪本身的游客功能无应该爱废弃，这毋是讲政府无才调来做好管理，就拍什么全部该禁止。环保指出，短期会加强某某温泉的游客管理甲环境的维护，部落也初步赞同，加相关的洗温泉设施引入。县府会伫兼顾安全、尊重部落生活，也有交通等各种情形之下，来初步规划，再搁甲部落说明。若准开发完成，除了会当保障游客安全，也对部落的发展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美术工厂也就是建国美术厂有100年的历史啊。台北科技大学希望透过都市计划变更，甲美术工厂的一寡土地拨予学校来使用。在去国土署审查会议进前，反对变更的民众和支持变更的校方，拢去到国土署门口တင်情。反对台北美术工厂分挂的在地里长、民间团体和分酒公司前工会干部，看到口号，继续来表达反对北科大建立，认为古迹袂当撤挂。团体嘛不满案件已经予监察院纠正，内政部阁继续来审查。你要缺校地，你应该是去跟教育部去做要求、去做处理，而不是随便指定一块地
我就是要建国啤酒厂，可恶又可恨啊！毛建筑师到场声援，指出过去30年拢是以美律文化园区做规划，认为美律场有一个完全袂当取代。长期关心的团体是批评北科大行为敢若是恐怖情人，就很像是一个恐怖情人。他一直在学校这一方面，他一直在宣扬自己多强壮、多帅、多厉害，然后强迫你嫁给他。这其实就是一个完全不是两方合意的事情。支持变更都市计划北科大校友个学生是徛伫另外一边声援。北科大强调绝对有能力维护甲活化古迹袂破坏，嘛强调以后开放校园会提供当地来使用，创造多赢。嘛指出这几年学生人数一直咧成长，对校地需求真正是真迫切。政府也希望像北科大这样的一个优质国立大学能够扩大招生。那我们也因为那个国家产业的发展也新设了像这个 AI 资安太空这些新设的研究所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校地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这个变更的地点是伫台北美律工厂东南边，面积是大约1.77公顷。案件会在内政部都委会继续来审查，反对方指控内政部急咧排审，互人不免怀疑是要护航。案件到中昼交割进前个咧审查当中。记者林俊平做台北报道。有民间团体指出，因为跳捕业饲动物会排放真侪甲烷这种温室气体，造成气候暖化。民众若准减食肉，就会当减饲动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改善环境。我要饮食减排。气候变迁之下，减少碳排是趋势。侪民间团体伫立法院呼吁民众改变食食的惯势，就通减碳。民间团体指出，温室气体大部分是二氧化碳甲甲烷，其中甲烷来源大部分是人为排放源，是跳捕业动物的排泄物，甲气体占多数，所以若减食肉，就会当减饲动物，就通减碳。牲畜占的这个排放的比例呢，是全球甲烷排放的人为排放里面的40%几。那第二个才是能源部门，制造肉蛋奶呢，它是一个能源转换效率是非常差的一个产业尤其我们用了那么多的能源去灌溉食物让食物成长，结果我们再把食物制造成饲料，这个耗很多能源，然后再去喂动物。减少动物性食食物呢，通减碳。有医师背景的专家何美香也表示，食物性食食这几年也让人发现较健康。伊建议中央应该甲专业营养师合作。甲食物性食食的概念放入健保，鼓励健康的食食来预防疾病。健康的饮食是跟预防疾病有关系的。那为什么我们的健保没有在这方面加强？呼吁政府呢，可以在健保体系里面建立一个就是饮食跟健康模式的这种疗法建立一个健保给付，怎么跟专业营养师搭配？民间团体表示，总统府的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2摆会议以深度责任为主题，要伫10月20日举办。伊会伫会议当中提出相关的意见，希望以改变国人的食习惯时减食肉，因应气候变迁。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花莲跳影艺术节今年办到第3届啊，因为4月初3拄当大地震，今年艺术节邀请台湾地震科学中心的科学家马国峰来做伙规划，甲科学结合艺术来安打当地因为地震着惊的心情。今年4月初3，花莲和大地震又甲如苍苍。地震前后的波纹拢互米达斯理论工作站的观测机器记录落来。地震前画面清清气气，地震开始了后，就出现复杂的震幅。为着要甲地震透过科学和技术呈现互民众了解，今年花莲跳龙艺术节毋但以地震波纹做主要视角，嘛邀请长期研究地震的台湾地震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马国峰和作家景德军等人共同规划。所以除了地震科学里面，他可能看到一种最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这种很重要的科学现象之外，它对当地的区域、对台湾的地震防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么重要的观测点，一个这么最先进的观测，也希望可以跟朋友们分享。那在这个复原的过程当中，艺术家跟写作者，还有各式各样的摄影，以及在美学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创作者呢，也许是提供我们心灵抚慰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今年艺术节的主题都合作星球博物馆策展，邀请侪地方创新团队艺术家含着艺家等等，要用讲座、画图和体验各种方式，互民众了解华人人面对地动的生活态度，嘛毋望透过科学也有艺术来了解条件的心。从在地神话的角度，从在地生活的角度，从不同的角度去谈一直在动的土地。大家想说，土地就是要稳稳的踏在土地，但我们土地一直在动。那这群人怎么活得下来，以及如何？华人文化局希望透过艺术节，互民众了解华人的特殊性。今年华人跳动艺术节自11月初2到明年10月初5，除了有侪活动，地动科学家马国峰嘛会伫咧华人的米达斯理论工作站，带民众了解地动观测的工作安怎进行。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农业部推动有机友善种植，希望会当互土地永续发展。目前东部有机种植的面积占全国3成左右。农粮署嘛连续3档推出有机绘本的计划，希望互囡仔认捌农药甲化学肥料对土地伤害，知影有机农业的重要性。做田人也正规划农产面对困难试各种方法，就是希望会当互这片土地永续发展，甲万物共存。这本绘本作品《田的天顶有照飞过》，有机的初心是作者肖顺文甲艺术家黄海地共同创作。由农粮署东区分署甲花莲县公治岛文化艺术基金会做伙合作出版。作者也分享，这是以有机农业的概念落去写的故事，希望让囡仔了解做田人是安怎选择用有机的方式种植。希望大家透过绘本做伙甲有机的观念传予后一代。一个最大的冲击就是，原来这些动物真的跟我们这么的靠近，就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农田，然后有这么多生命在生活着。农粮署也表示，目前东部地区有机甲有限种植的面积有7545公顷，占全国的3成左右。因为当地农民的坚持，加上是伫华东地区这个丰富的自然环境种植，才会有今仔日的成果。有机农业它不使用化学肥料，不使用农药所以每年可以减少3万多吨的化学肥料用量，那减少300吨以上的农药使用量。农粮署强调，有机农业对土地友善也佮有环境的重要性。另外，农粮署也表示讲，这本充满农业甲永续观念的囡仔册，后续会送到宜兰、花莲、台东各地区总共267间国校啊，希望互囡仔对册开始认捌生活当中的有机农业，互爱护土地的心，甲友善环境的观念对教育做起。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南市教育局甲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推出台南家乡故事绘本9单第9单，拢总出版88本绘本。今年伊嘛甲绘本提去台北、新竹甲高雄做巡回展出。落尾站总算转来台南，伫遮呈现全台南37区的文化特色。今仔用天主堂的布景做主体，设计一出行动剧场，来讲一段属于因故乡月定港的发展故事。学校老师起头先带囡仔做调查，再去落去写故事兼画图，为着通互囡仔认捌家乡文化的底蕴。台南市教育局参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合作咧推广，唔那干那创作尔，嘛互囡仔有不共舞台，体验台语过音的心情。之前出这本绘本，原本是配国语加英语。然后这边就有加入去台语的配音，这边配音内底有互我学到平常时袂讲到的台语的词。是以大目共18校为主体，要互囡仔重新思考这个地方的故事，要鼓励大家世界这么大，咱得爱改变，才有较好的环境。这项家乡故事绘本计划推出9单第9单，拖到台南37个行政区60间学校来参加，透过囡仔的角度来呈现因眼中的故乡，隆重出版88本囡仔册。今年因嘛到台北、高雄等所在巡回展出，落尾站转来到台南市立图书馆，伫遮打造沉浸式的空间，嘛甲原画拢摕出来展。去看展览的人非常肯定，我的外观市咱的台南人对台北、高雄、在新竹的，看到拢打电话甲我讲，因感觉非常感动，会当咱台南的文化推出去
各管区哦，大家熟悉。这个就是也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我们在10月份的台南这边要办的时候，也是人力不够，大稻埕福人社跟阳明福人社总共有18位，然后帮忙我们所有的这些画都挂好。展览等到11月初4，武港地头拢有家己独特的人文景观甲自然地景。来这通一概看到家乡的多元色，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讲，按算每年会当完成100本绘本的目标。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南美洲的亚马逊雨林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上丰富的地区，嘛是野生动物违法买卖上严重的所在。秘鲁的政府为着要保护动物，扩大稽查，嘛加强宣导保育观念。这是秘鲁亚马逊雨林真深的所在，这阵或者是飞机建构的伊基托斯市贝伦市场，是当地民众的美食灶卡，按过菜色互人行一条。枸杞腿、野骨卵，拢是为亚马逊来的物件。It's a very healthy product because the turtles live in the water and eat plants. It can't do any harm to eat them. On the contrary, it keeps you in good health. 毋但是美食灶卡，也是野生动物繁育教育中心。虽然法律明文严格管制，爱有执照才能拿捕，毋过违规情形是抓袂了，因为日益加大。木器头标本喙齿做吊饰破烂，还有各种野生动物毛皮羽毛制品，300外物种面临这种教育威胁。直至因查扣价值超过10万台票的非法商品，每年没收5000只以上的野生动物。This is from a feline, this is from a snake. Both these species are protected by the law. This was made from bird feathers, which are also protected. They come from blue aras birds. 除了查抄非法贩运，环境官员也常常接到虐待动物的案例。这时阵，在靠民间的机构接收受害动物，以及托斯市郊区1点钟的车程，这私人自助的庇护园区，为2008年开始收容被捕拿甲受伤的动物，鹿龟、鹰哥、树鼠，有数十种物种，受许之间定期来治疗检查。这是指为做早顿开始。Especially prepared for newborns. That's why it's lactose-free, but it's rich in protein. 这只血盘的小海牛是为杜拉番那手头救回来，才无被卖掉。不过因为甲妈妈分开，可能用人工每2点钟用牛奶干来吃，才佫收容真侪美丽鸟类，构成拢被夹食，无法度恢复正常生活。It's quite alarming. People take birds as pets and clip their wings to prevent them from escaping. And so, this can cause falls, fractures, shocks, and the birds can die as a result. 为改变野生动物杜拉犯法的歪风正确观念，为囡仔开始，互因拢知影野生动物都应该生活伫野外，唔通要求父母买来做宠物，减少市场的需求。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天气玻璃仔来看下半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5度到30度，中部地区27度到32度，南部地区27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1度，外岛地区23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